晚呢一集比較適合遇上中年危機，又或者明明仲好後生，但係覺得自己已經到達咗人生樽頸嘅人。可能你遭遇緊人生重大嘅轉變，但係更加多時候，你會發現自己仲喺同一個位置，但係感覺好似唔係幾啱。工就繼續返，生活都仲算穩定，但係你會問自己，係咪呢世就係咁噶啦？如果你都有呢個疑惑，你唔係一個壞咗嘅人，你只係需要重組。當人生開始唔順利，好多人都會有兩種反應。第一種係慢慢褪返後，接受就係咁噶啦呢個事實。另一種雖然唔舒服，但係會開始諗，我仲有冇其他選擇嘅呢？Grow or Fold 嘅作者 Matt Ross 喺50歲嗰年，家庭同事業都遇到好大嘅困難。呢本書嘅核心係你要成長定係接埋呢？有時最困住我哋嘅唔係困難，反而係一啲太穩定嘅事情。例如一份工作你做得好，人哋都覺得你適合，但係你自己知道佢已經唔再令你有感覺。呢種位置睇落好安全，但其實慢慢消耗緊你。好多人之所以喺中年覺得痛苦，係因為佢哋喺一個睇起嚟好安全嘅職位上面，冇錯啊，你好勝任，但係佢已經冇辦法去餵養你嘅靈魂。大多數人會選擇接埋就算啦，當份手機唔好咩？但其實咁樣係接受衰退，任由安穩同埋挫折定義自己，踢返去消極同埋苦澀嘅舒適圈。我有時問自己，我而家做緊嘅嘢係因為我擅長啊，定係因為我真係想去做？同接埋 fold 呢個字相反嘅係 grow 成長，佢係一種生存機制。作者提醒我哋冇辦法控制人生發生嘅大事，有時係想轉工嘅嗰一下靈機一動，又有時當然真係裁員咁大件事啦。但係我哋有100% 嘅權力去決定點樣回應，唔好將危機當成悲劇，反而係將人生當成一間需要重組嘅公司。你而家就係呢間公司嘅 CEO，你需要嘅根本就係法務會計式嘅自我盤點，去列出你擅長又中意做嘅，擅長但係唔中意做嘅，唔擅長又唔中意做嘅事，咁樣就可以揾到你嘅戰略核心，又或者好似應該做但你唔中意做嘅陷阱，同埋最後係純粹浪費生命嘅事。我諗起我睇過嘅另一本書《原子習慣》，佢入面講人生其實唔係一個 smart goal，唔係一個目標，係一個大方向嚟嘅。例如我想成為一個會幫到人嘅人，當你有呢句說話，好多選擇就會變得更加清楚。我哋平時諗嘢，好多時候只係睇眼前，今日要做啲咩，今個星期要完成啲咩。但而家我會試下拉遠少少去諗，想象下5年之後、10年之後，自己會係一個點樣嘅人。未必需要好準確嘅，只係一個大方向嚟嘅啫。作者將佢嘅人生濃縮成一句說話，就係成為正能量，幫助其他人發現自己嘅 magic 同埋 inspiration。自此之後，呢句話就係佢過濾佢所有決策嘅唯一標準。根據住呢句說話，佢寫咗佢嘅10年人生操作手冊，將抽象嘅目標變得具體。就算係健康或者家庭呢啲方面，佢都具體咁量化嘅。例如佢有寫到為個仔建立長期嘅保障方案啦，又或者每個星期會固定做運動。睇到呢度，我停咗落嚟去諗下我嘅人生方向。最後我發現，我希望自己成為一個有影響力嘅人。呢個就係我當初做教育嘅原因。咁亦都係因為咁啦，我開始咗每個禮拜分享一本英文書，因為我想為其他人帶嚟正面嘅影響。當你嘅人生真係需要重組，有3件事好重要嘅。第一樣係身體。當你冇健康，其實真係咩都唔使講。講返細啲啊，就算你冇病冇痛，但係成日都覺得好攰，其實好多嘢都會變得更加困難。隨住個人越嚟越大，代謝同埋體能都大不如前噶啦。作者覺得你要好似管理公司嘅財務咁樣去管理你嘅健康。呢啲道理我哋都知，其實都係老生常談嚟嘅，都係講緊瞓得夠、食有營養嘅食物同埋做運動。第二樣係情緒，有啲念頭你唔需要同佢搏鬥，只係見到呢啲情緒，然後放返低。負面嘅念頭就好似一本書咁，當佢出現嘅時候呢，你唔好捲入入面，
而係將佢想象成我擺返呢本書落個書架上面。我有聽過佛家講，念頭就好似天空嘅雲咁樣，佢會自己出現，但係只要唔俾反應，自然就會散開。改變唔到嘅事，就唔好消耗自己嘅能量就去搞啦。第三樣係嘗試新嘅嘢，唔需要做啲咩好偉大嘅目標，但係當你試做新嘢嘅時候，佢會提醒你，你係仲可以變嘅。創意並唔係藝術家嘅特權，呢個係大腦嘅靈活度訓練。當你去嘗試新嘅事物，無論係畫畫啦、音樂啦、寫作啦，乜都好，佢能夠增加神經嘅可塑性，令你喺面對變動嘅時候呢，唔會變得僵化。改變嘅動力唔係等返嚟，反而係你開始做一啲小事，有少少進步，然後開始有感覺，咁慢慢呢，你就會越嚟越想繼續。呢個就係成長嘅循環，唔係因為預備好先開始，而係因為你開始咗，就會變得越嚟越好。我而家會覺得人生唔係一直向上，而係上上落落，有時會棘一棘，甚至會蕩失路。有冇跌低過，其實一啲都唔重要。我諗到咗呢個年紀，其實當你發現唔對路嘅時候，更加緊要嘅係你有冇去停低，然之後重新審視自己嘅人生。就算你覺得自己唔再後生，但係請你記住，其實你從來未完成成長呢件事。每日朝早瞓醒嘅時候，你仍然面對緊嗰個選擇。你係想接埋自己翻返去 comfort zone 啊，定係踏入摩擦感好強烈，但係充滿可能性嘅新領域呢？記住一樣嘢，你有疑惑嘅時候，佢唔係終點，只係下一段路嘅新開始。今日介紹嘅書叫做《Grow or Fold》，作者係 Matt Ross， 出版社係 Amplify Publishing，喺2026年出版。如果今日介紹嘅內容能夠令你發個好夢，不妨 follow 我啊！我哋下個星夜再見，早唞。